輪迴。有些人類種族都相信有輪迴，即是相信人去世後可以重新投胎做人。有些而且相信種善因得善果，多做善事便可以輪迴重新做人，不然便會投胎做牲畜。有些觀念是在嬰兒出生前一刻魂投入母胎，便是投胎做人。若然沒有靈魂投胎，嬰兒會怎樣？只有一個靈魂存在，只有一個靈魂想投胎嗎？根據我的理論，原子、魂、程序 Adam Soul AI， 其實輪迴的並不是人，是原子。人死後，軀體會腐化，變回分子和原子。分子和原子在適當時機重新投入新生命，這便是輪迴。分子也是原子合成的。人的靈魂是軀體集體原子的靈魂，是不會輪迴的。人死後，軀體集體原子的靈魂便會散去，但個別原子的靈魂仍然存在。至於是否所有死後的原子都會重新投胎做人，自當別論。按照風俗習慣，若然入土為安，反而會妨礙了輪迴，因為腐化後的軀體原子都被困在棺木中，得不到輪迴的機會。火化或其他遭遇的軀體原子，反而可以重歸大自然，會有輪迴的機會。輪迴的原子絕對不會第一時間都輪迴為人的一部分。火化後的軀體會化為氫、氧、氮、碳及其他元素的分子和原子，這些分子和原子都有不同的第一歸宿。氫、氧、氮和水等化為輕煙的分子和原子之後，有機會重回動植物或人體。骨灰若然保存下來，也不會有輪迴的機會。用於農作物的骨灰有最大機會輪迴。有些風俗習慣是天葬，天葬輪迴的機會很大。植物吸收養分和水，生物食物鏈和呼吸都是輪迴的途徑。輪迴是自然循環。去世後，你想再輪迴嗎？